咁尋日講到咧東升西降啊嘛，其實我好早之前咧喺 social media 咧已經拍一條片嘅，應該上星期嘅，咁就係講係咪即係東升西降啊？咁我就話東升西降咧係會發生嘅，但係咧只有少數嘅情況，咁啊多數就會係美股真係調整啦，或者係好差嘅時候咧，咁有幾次情況咧都係港股會自己走強嘅，咁就係因為已經跌咗嘛，你睇翻港股其實係好黐線嘅。我哋望翻個納指啊，納指係講緊3月尾起步，升到係6月頭啊。咁但係咧，其實恆指咧喺3月尾咧都有起步嘅，係起到4月5月頭，跟住掉頭仲要穿底。咁都講咗好多原因咧，就話港股都冇即係機構想要嘅貨，即係冇想要好正嘅啲科技股啊，因為港股係科網股比較多嘅嚇，我哋嘅科網股係上一個時代嘅即係科網股啦，咁就未必真係真科技，咁所以就跌咗落嚟。咁而家咧，因為美股升咗，咁港股呈現一啲相對價值啊嘛，咁就喺6月尾嘅時候上翻晒嚟啦。但係一去到呢啲關鍵位咧，咁就會非常之容易有一個圖表陷阱啦，即係係咪想穿26000啊？會唔會挑戰27000啊、28000啊？即係會好多人會有人問呢啲嘢嘅。咁但係咁啱遇着剛剛咧，就係美股嗰個氣氛已經轉翻好嚇，即係外圍一啲好核心最優質嘅資產都已經見咗底啦。我知覺得見咗底，咁上翻晒嚟嘅話咧，咁你港股咪會弱翻少少，因為已經升咗啦嘛。即係而家有機會，而家就係獲利嘅時間。獲利嘅時間咧，咁我覺得好大機會係落翻去25000呢啲位先再升過，大約呢啲位啦嚇。我覺得個支持位會喺呢啲位置嚇，呢啲位置去翻係咯24000尾啦嚇，即係可能仲會穿埋25000添嘅分鐘，因為穿25000咧，哇咁啊就會有好多標題黨啊，係咪呢個牛熊分界線啊？再轉弱啊？然之後又會睇淡啊？跟住咧跟住一穿25000，去翻24800，即係有升過。咁所以咧呢個位置都好緊要嘅，24800啦。咁另一個關鍵嘅位就係26000幾，26200，係啦，即係頂籠上翻27000係啲困難嘅，即係除非有啲好勁嘅 catalyst，咪有機會上到27000咯。但係我就覺得唔係太多嘅嚇，要睇美股表現，因為美股相對嗰個而家就反升翻啦，納指嚇0.7幾啦，亞洲時段已經。咁美股就今晚9點先講啦。想講呢，其實港股有啲咩啟示呢？今日就中製喐創爆頂，其中一個呢就係長飛光纖光纜嚇，即係而家炒大市呢，咁好多人會睇嗰啲藍籌股啦，即係友邦啊、問388啊，咁其實如果係睇呢啲真係冇咩好炒嘅，因為佢本身都唔係成個市嘅一啲主旋律，唔係市場即係最熱門嘅 sector 啦。咁反而其實應該係睇翻呢，就係呢一波 AI 跌落嚟嘅股份嘅，即係我覺得呢啲呢，其實當然會比較投機啲啦，即係會有啲撈底機會嘅。咁我自己比較 prefer 呢，就係隻長飛光纖光纜嚇。咁呢隻就好早已經講㗎啦。最早喺應該24年，跟住25年7月又講啦嚇，嗰陣時係新城直播係咁推呢一隻，咁啊空氣光纖啊嘛，即係啲硬件零部件啊嘛，咁然之後就爆升啦，係咪升到300幾蚊？咁當然唔係淨係港股嘅，你美股嗰啲光通訊，即係 Coherent 啊、康寧啊，即係做玻璃嗰類都升得上去啦。咁但係幾
見到熱潮咧一過咧，其實港股係勁黐線嘅，即係港股係可以咧由300幾蚊咧跌到87蚊喎。即係你美股嗰啲美光嗰啲都唔會跌咁多啦，係嘛？即係都係跌2-3成咯，係嘛？即係咁其實有時即係香港標榜自己係一個頗為成熟嘅金融市場啦。咁但係有時喺個股市上嘅呈現咧都好奇怪嘅，即係嚟自韓國都係。咁韓國都係想發展成一個即係亞洲金融點樣好成熟，但係成個 KOSPI 即係成個眾指咧係可以得係即係點講咧？成個升勢係靠2-3隻股份咯，三星同埋隻海力士，由5000蚊升到去9000幾蚊。咁而家政府就吹雞啦嚇，政府吹雞即係叫人入市啦，係嘛？即係支持國運轉勢啦。咁然之後轉個頭咧，一破滅之後咧就加息啦，係嘛？即係吹奏啊，又話唔會點樣監管又成啊，係一個自然調整啊。即係一個地方嘅指數可以由9000幾蚊碌翻落去5000幾咧，即係跟住冇升過。其實呢個係極黐線嘅一個現象嚟嘅嚇。咁當然即係港股都會咯。你見到300幾蚊跌翻落87蚊，即係如果你係高位買咧，你任何一個位置買200幾蚊啊、300幾蚊咧，你都死嘅，你都頂唔順。咁所以炒股唔可以長相廝守咯，即係講嗰種用嚟炒嘅，即係唔好諗住長揸，唔好諗住講啲咩價值投資嗰啲嘢，因為如果你去翻倒帶咧嚇，去到今年啊3月啊4月啊，哇！你一定係好相信價值投資，哇！呢啲一定係好公司啦，勁好管治啦，係嘛？一定係未來明日之星啦嚇 AI 一啲硬件咁重要嘅元部件一定係變成藍籌啊，點樣有成啊？但係，咦咁如果見到咁，仲會唔會有呢啲念頭咧？係嘛？成件事會破滅咗咧？係嘛？咁所以一定要控制你啲倉位啊，或者有個 mindset 都好重要咧。其實好，你去炒股咧，你嘅目的係為咗賺錢啫嘛，你唔係為咗持有隻股票嘛。即係你買隻股票嘅目的係為咗賺錢，咁定係越快越好嘅。即係我問10個，一定10個都係答越快越好啦，梗係想即刻升，即刻賺錢啦。咁唔係想儲股票嘛，係嘛？咁所以你死錯爛錯咧都冇用嘅嚇。可能唔知下個週期幾時。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去到呢啲位咧，就值得去睇下。你睇下，即係300幾蚊成個 pattern 跌落嚟之後咧。又畫圖先，我睇自己個系統有冇信號先，應該冇啊，係未有。咁你見到出晒啦，高位出晒單 train，到而家都未轉趨勢嘅，話超廢，但係廢都有廢嘅價值嘅，就係已經冇得再差嘅情況。個 alpha rating 係1啊，即係成個港股佢係排喺最尾咯。即係佢樓上有99%嘅公司都係好過佢，成個趨勢力度啊、強度啊都係好過佢。咁都幾劣㗎啦，好難係咯。不過有少少投機嘅，不過睇下大家啱唔啱咯。今日咧幾明顯嘅，你睇下呢支陽燭係幾靚仔嘅，有一畫嘢㗎嘛。我畫線，高分同低分都有價值，估你唔到，因為佢太差嘛，係咪？咁呢度咧，其實即係高分同低分都好有價值。你可以講下業績嗰個解讀，講下業績嗰個解讀。其實呢樣嘢點樣講好咧？即係你去分析一份業績啦，或者你分析一個公司好唔好咧？當然唔係淨係睇佢嗰啲基本面咧、管理層嗰啲啦，係成個架構咧，究竟有冇一個好嘅風險回報比啊嘛？即係啊，就算呢啲殘股都好啦，係咪？即係唔會 all in 啦。就算你買都會有個分寸啦，係嘛？但係就係重點係關於個風險點定先，嗰個上行空間有幾多先，係咪？咁如果上行空間好多，
下跌空間唔係多，風險止蝕容易定嘅。咁其實擺喺每一隻股咧都可以做嘅，咁個框架係最重要啊。咁呢個重要就係框架。咁咧其實例如啦，業績好好，其實一間公司咧，如果業績好好咧，即係例如剛剛公布業績嘅三星啊、海力士咧、喂 MU 嗰啲咧，其實份業績一定係好好嘅喎，一定係超勁嘅喎。但係業績太好咧，其實都唔係好事嚟嘅，因為太勁。咁即係咩意思咧？哇，勁到冇得再勁，即係呢一刻已經係超級勁爆啦！我好難相信下個季度或者下年仲可以持續啊嘛。咁所以因為你業績其實係反映緊過去噶嘛，唔係未來噶嘛。你只能夠從過去預判未來啊嘛。咁如果業績真係太勁咧、超勁嘅話咧，咁好多時個解讀咧會係見咗光咯，即係已經係最高光時刻咯。嚇，唔敢想像會再好。咁普遍嗰個預期都有機會調整嘅，就係其實下個季度可能未必會再做到一個咁樣嘅盈利水平喎，或者個訂單已經鎖定晒喎，因為你嗰啲儲存體、記憶體啊，全部買家都得幾個啫嘛，你成個地球邊幾個買家？咪 Google、Amazon、Microsoft 嗰啲，即係你主要買家係得嗰幾間，係嘛？靠嗰幾間。咁如果呢幾間都大約咁上下啦，咁會唔會仲有買家可以有呢個量咧？係嘛？咁呢個係要諗嘅嘢。咁當然調翻轉啦，調翻轉咧就業績好差咧，都可以係好消息嚟嘅。咁我哋成日都講啊嘛，反差啊嘛，即係你業績太差，差到底嘅，真係冇乜嘢好驚咯。即係已經最差嗰時候咯。所以你見到好多時港股、美股都好啦，一個業績出咗嚟之後咧，哇，可能好劣嘅喎，差過市場預期啊，差勁多啊，然之後公司俾嘅指引好保守啊，喂，一個裂口低開之後就倒升㗎咯，嚇，即係低開就低開就陽燭，咁類似啲咩形態咧？類似蘋果啲形態咯。嗱，當然唔一定係蘋果啦，對落嚟之後就出支陽燭嚇，或者呢底就唔會再穿嚇。係啦，咁點解講6869咧？咁當然唔係因為今日升咗11.7%啊，而係呢支陽燭係好特殊嘅。你見唔見到啊？今日嘅低位98.5，但佢一開就已經係98.5咯嚇。咁係對上幾次咧，基本上都冇試過嘅。今日之外，今日8月4號之前有冇試過咧？得呢一日咯。但係呢啲大陽燭就唔，我中意啲陽燭仔，好細支呢啲，係低位出現嘅嚇。好似呢啲 size 啊唔多。咁我好敏鋭，即係會比較敏感啊睇呢啲。即係你跌到咁上下咧，然之後冇再穿底啦。7月30號已經冇再穿底，試91.5都試唔到，最多去到呢日幾多？去到93蚊。跟住今日咧，今日其實應該有個小裂口嘅。今日最高，今日開盤係幾多？98.25，係啊。其實有個小裂口啊，即係你8月3號最高係98.2毫半，但係今日一開盤已經98.5，係一個好細嘅裂口仔咯。咁7709咁咧呢度即係重點啊！即係如果你仲揸住7709咧，或者有睇嘅人咧，你唔好真係唔好長揸，長揸會死緊嘅嚇。咁呢度即係可以講下咧，呢啲 ETF 呢啲槓桿嘅 ETF 啦，佢嘅設計係冇問題嘅，但係咧個應用場景咧就要好小心啦。呢啲槓桿 ETF 嘅應用場景咧，只能夠短炒咯。即係例如我預期聽日會爆，或者嚟緊會行一個趨勢嘅話咧，你可以買呢啲槓桿 ETF 嘅，因為會跟到嘅，係會跟得足嘅。咁但係如果你話長揸N 個月1-2年咧就唔得啦，因為咧第一樣嘢啦，其實呢啲槓桿 ETF 咧，例如佢係呢隻海力士，咁佢係簡單嚟講佢2倍嘛，咁即係海力士升咗5% 嘅話咧，呢啲槓桿 ETF 理論上就升10%啦，係嘛？咁即係會咁樣跟啦。咁但係點解佢能夠做到一個槓桿咧？就因為佢有買期貨啊嘛，即係佢底層有好多衍生工具嘅，一係期貨，一係期權，因為佢要維持住個槓桿啊嘛。
咁但係呢啲 ETF 咧，佢維持嗰個槓桿咧，其實係每日調整嘅，佢係每日調整一次，收市前啦咩都好啦，咁佢就為咗確保嗰個升幅會跟得足㗎嘛嚇。咁但係咧幾時會有風險咧？就係跌嗰陣時會有風險，同埋咧就係嚟緊咧一個震盪市嘅時候咧就會有大風險，即係我哋叫呢個現象叫 DK 啊，即係 DECAY。咁但係你哋可以 Google 下呢個現象啦，呢度都可以 search 到嘅，會有好多解釋嘅。DK 係啦，咩有超多嘅文章去講呢件事啦，咁我都可以簡單講下。咁舉個例咧，如果你係例如100蚊，即係海力士100蚊升到去10%，即係升到去110蚊啦。咁如果咧佢係跌翻10% 嘅話咧，係應該去翻90幾噶嘛嚇，即係佢唔會係唔會110去翻100蚊噶嘛，即係會係90幾噶嘛。咁但係如果咧你係揸咗槓桿 ETF 嘅話咧，係會再跌得多啲嘅，即係嗰10% 嘅話咧係會 leverage 咗嘅嚇。咁然之後當海力士嚟緊呢個季度啦，我只覺得係好大機會好錯嘅，即係例如就係今日升10%，聽日跌翻10%，然之後隔日咧再升6%，然之後又跌翻7% 嘅話，呢種咁嘅震盪現象咧，嗰啲嘅衍生工具第一會消耗時間值啦嚇，因為其實嗰隻基金要不斷去買衍生工具調整啊，佢都會輸差價噶嘛嚇，輸差價會跟唔足噶。咁特別係一個，因為你行緊 momentum 嘅咧，行緊一個爆升嘅狀態咧，係最正嘅，一定係唔需要點調整嘅，即係嗰個操作係最簡單嘅。對於管理一隻 leverage 嘅 ETF，但係咧一震盪時咧，其實係會倒瀉籮蟹嘅啊！就算唔係人手做，用機做都好啦，其實都會有一啲差價嘅出現嚇，時間值嘅消退。咁會發生咩事咧？就係海力士就算唔升唔跌都好咧，你呢隻 ETF 咧會開始跟唔到啊！喂，點解開始跟唔足嘅？然之後甚至嗰個升幅啦會少啲啦嚇。簡單嚟講就係會輸時間值，會輸錢咯。咁所以呢啲槓桿 ETF 咧係千祈唔能夠長揸。同埋我自己都我唔知大家認唔認同啦。咁如果唔認同，可以大家討論下。我覺得其實買槓桿 ETF 咧好奇怪嘅。因為你買得槓桿 ETF 咧，第一樣嘢你梗係想投機啦，或者你用最少嘅錢去博到個最大嘅回報啊嘛。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嘢係可以代替槓桿 ETF 嘅，令到你個風險更加低嘅。即係例如槓桿 ETF 啦，佢係隔山打牛噶嘛。啱先都講咗會有一個衰減嘅現象咧，會有 DK 啦。咁我最直接嘅槓桿點解我唔直接？就係槓桿買多啲海力士咯，例如我槓桿買多啲 MU 咯，係嘛？因為如果你有個大前提就係你唔會止蝕㗎，咁梗係買咩都會撲街啦，即係買咩都一定會出事啦。咁呢個大前提就係一定有風險管理呢個 mindset 先嘅，即係你一定會知道有咩風險，你會止蝕幾錢走，你有一個大前提先嘅，咁先有得討論嘅。冇啊就冇嘢好討論。咁最直接嘅點解唔槓桿買多啲股票咧？就係咪你好多券商都做咗4倍啦，即係尋日講嗰個 Leopold Action Brenner 都做咗4倍槓桿啦，佢咁多錢都直接掃正股咯嚇。咁股票亦都會有個即係有一定嘅流通性啦，即係你除非真係買幾千萬先至要考慮呢個流通性嘅問題啫。咁但係一般零售投資者咁，你可能10萬、8萬、幾廿萬，你 leverage 咗最多咪100-200萬，你唔會估唔到噶嘛，係嘛？咁或者係直接做期權啦，係咪？做期權都唔一定要做啲槓桿 ETF 嘅嚇，所以我只覺得就係槓桿 ETF，我都驚講呢啲嘢會得罪啲發行商，但係應該係咯，即係理性討論就係其實槓桿 ETF 咧唔係冇佢嘅價值，但係你要即係佢爆升嘅時候先至。即係你覺得佢會行 momentum 啦，行 momentum 中，咁你就做呢啲就有數咯。但你就唔可以錯咯，唔可以長相廝守嚇。震盪市就一定撲直嘅呢啲。
嗰啲嘅反向 ETF 咧都係一樣嘅。你會發覺啲反向 ETF 咧都係跟唔足嘅，除非嗰個資產真係直線式45度咁樣，每一日都穿底對咧就會跟到。但係咧，挫下咁跌咧，震住咁跌咧，都係跟唔到嘅，都係有機會。點解咁奇怪？點解會跟唔足㗎？甚至會輸錢咧嚇。咁就會係呢個意思咯。